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就係廚房，佢係梗廚，有爐頭、抽油煙機、儲物櫃。飯廳嘅位置可以放個4人飯台，客廳嘅地方一邊放電視櫃，另一邊可以放梳化啦。對住就係附近嘅市景，生活非常方便。洗手間係名廁，企缸設計，方便男用。我哋睇下第一個房間，有兩邊窗非常光猛，做咗上下隔床，對住就係對面嘅樹林。另一個房間放咗雙人床同埋入牆衣櫃，亦係兩邊窗非常光猛，對住亦係對面嘅樹林。如果要揾大圍或者各類嘅一手買賣，歡迎隨時聯絡我，大圍米高。